哦，刚好两边都可以拍得到。天皇宫，天皇宫，天皇宫，天皇宫。看那边，这边有层架。 右边右。感恩妈祖慈悲。感恩妈，前方那个是竹子慈圣宫，是慈圣宫，拿母娘的拿母娘。人水陆地宫，阵容庞大。对，他到地扫拿扫把的，干麻潮水他去，看那个花篮就可以拿了。
新港奉天宫呢，新港奉天宫妈祖神像。哦，感恩哦，感恩了，谢谢哦。哦，谢谢，先干嘛？谢谢，谢谢哦。我刚掉天中了，我说谢谢，感恩谢谢。港朝天宫妈祖。哦，北港朝新港奉天宫妈祖。我来到新营的乐利街，新的王公庙，绕境活动。王公的公地。新港。铁桥，铁线桥，今年铁线桥通济宫妈祖神像。哦，有公园，北港妈祖，北港朝天宫妈祖，新港奉天宫妈祖，后壁上妈祖。哦，新营的也有，天龙宫妈祖，新营的也有，五祭堂也有妈祖，盐水护庇宫。哦，盐水护庇宫的分庙。哦，谢谢，感恩，感恩。哦，谢谢。感恩。红的。哦，关将这样子。哦，有路神将，神将哦。所以，天后宫，OK， 然后你，哎呦。